少啊，今日又去破费啊！啊，大丈夫哦，已经寄出啦，就是爱兑现啦。啊，这写稿的钱哦，就爱用伫朋友大家咧做伙啉酒啦。好，其实啊，我真正无想到讲吼，望春风竟然会用卖超过5000外套咧。哦，不过实在讲吼，这曲嘛做甲真好听，特别有气味，会有闲啊。啊，你这做曲的灵感是安怎来啊？因为是先有词到曲啦，我就爱先去掠词的意境。即马哦，无人会笑咱哦，写歌写曲哦，假路啊，无出脱啦。连林秘书哦，这款的新书落咧写歌词啊，上敢甲咱唱啦。可惜哦，我写的无你的好咧。林秘书啊，你安尼讲，我哪会担当得起啦？啊，我写的歌词哦，搁爱请你指教。好处就是好处啊，这无法度骗人的啦。啊，对啦，啊林秘书啊，讲到这吼，你还袂好好介绍你边仔这位啊？伊吼，伊就是周成啊，啊，不名天王啊。哦，原来是你哦！实照要爱我探听看卖啊，周成到底是啥？伊讲书写了真好，爱我一定要转稿费予伊啊！我无想到会互人采用啊。好事哪会无采用呢？天王啊吼，对家己的文字哦，无够把握啊。啊，因兜是开中医的，伊自细汉哦，读一寡古册。看起来你比林秋较少年呢。哎啊，你即摆咧食什么头路啊？我无头路。啊，但无头路嘛，袂要紧啦，写歌词就好啊。你凡世较硬咧食迄死头路咧。对啊，伊都规工拢咧地拄仔咧写歌词啊。哎来，周生啊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我不晓啉酒啊。袂晓啉酒啊？哦，来，咱大家来啉啦。大爷，请借过一下。无免了啦。大爷，阮右卡吼已经伫恁迄间哦唱几下小歌呢，别间还咧等伊呢。大爷，我甲油卡包了啦。大爷，阮右卡吼是这安排呢，大家要点伊唱歌，袂去干那甲你唱啦。来，看偌济钱，大爷才有就是啊啦。安尼啦，大爷。哎，你今仔日啉伤多啊啦。来啦，你入去内底啊，按来食，小姐按来啦。来啦，小姐，你按来坐啦。哎，右卡，哎，右卡，不是迄间啦，右卡。阿妈桑，啊，这位是艺大右卡，来为各位献唱一首。优卡。唱出酸梅甘宁听，酸梅做人情断情，甘愿为困受清切，人所传好名声，人人间为出一听，挑酸梅接所惊。无人做歹行，无红西世界歹名声。第一个段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原来伊就是人咧风声的第一个段。啊林秋，你家己点第一个段煞无熟悉？我无啊。听讲在座各位拢是作诗写歌的文人，所以我就自我推荐来唱一条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第一个段，你敢会晓唱《望春风》？花手中的清风对面吹，十七八岁出家。
有闲，你先登记啊，我去便所。我你看啊，咱这杯酒是要当时啊啉的完。大爷是的啦，我真正袂当啉啊。来，大爷啉一杯来。来。安尼大爷我唔只会欢喜，真的。多谢。王姐啊，我甲你讲，今仔日耍动哦，安怎？较细声的。哦，是。阿母今仔无啥爽快。啊，阿母是安怎？不要紧嘛。不要紧啦，有食药啊。哦，我是讲，我今仔日哦，实在足欢喜的啦。哦，大家呢，哪啉哪讲，哪啉哪讲。阿哥，我跟你讲，我从来唔捌听过有人唱这个《望春风》，唱啊遐尔好听呢。哦，路也无伴酒灯的，星空对面坐。莫搁笑啊啦，种话。哦，实在真正好听。哼。不要，对。隔壁啊，进来。阿明，你传我10地，下晡咧叫高用啊。哦。哎，有上了。今日是出什去播？啊，王楚风。大家好。系啊。喂，是。前几工仔摕互你的事。老大。咋？你剧谱了安怎？差不多啊。差不多啊。我看一下。好。嘉勇，加油！这是天台遐送我的四个，为发过来的，恁皮看卖啊，真芳哦，真芳哈。听讲哦，美国还有澳洲哦，真侪 A 咖
啊个结伴大头家哦，拢食即款的四糕。有影真芳哦，头即摆看到呢。啊，毋过社长啊，到今仔日你叫阮两个来，是要来遮食薰的呢？无啦，代志是安尼啦。啊，即马大家拢知影，我普罗开始做台湾歌。啊，今日哦，找恁来哦，是想要找恁两个哦，甲恁拜托啦，甲我斗牵成的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所以社长的意思啊，是讲哦，要做咱台湾曲盘的大头家哦。哪有啦，大头家我哪敢做啦？若是哦，莫输卡手阮哦就好啊。啊，毋过若是会当赢一点啊，当然是搁较好啊。所以哦，我想要甲哥伦比亚同款啦，甲恁签合约。啊，这合约哦，啊，恁摕转去看卖啊，条件甲哥伦比亚拢同款的。这合约若签了，敢会使替哥伦比亚做人袂？秀才，你爱讲笑呢？我也是算行就好啦。安尼哦，对你也是开始我路上拢袂失礼。我嘛是感觉安尼较好啦。看起来，恁对我这间会社还阁无啥了解哦。来，吃。这歌谁唱？甘愿哦，是本会社专属的歌曲。哪会了解囡仔写？真少年啊，啊，毋过真有才情哦。大家早。哦，顺顺长，你今日哪会穿啊遮水？你即马有可能是全台湾上流行的女性啊！哪有啦？台北流行的女性遐尼济，我你是算啥？遐个人要安怎甲你比？你还是上水的啦！来，顺顺，先坐啊。部长，恁当时要开始练唱？啊，是嘞，我袂写好咧。啊，那安尼我今日当休困哦。无要紧啊，你若无啥代志，就加坐一寡吧。我是想讲，若休困，我想要去学跳舞。哦，你想要去学跳舞哦？是啊，顶摆伫日本跳舞的时阵跳无好，去踏着人的骹，我感觉做歹势。想讲若有机会，一定要甲跳舞练得好。不过台北个人两间日本人开的舞厅，毋知要去倒学才好呢。我听讲大场定要开一间台湾人的舞厅呢。真的啊？因为日本请先生来教，你会使去遐学啊。袂歹呢。特长，你有赞成我学跳舞无？跳舞对你唱歌有真大的帮助啊！毋但会当互你的 tempo 抓较准的，嘛会当互你的音爆会较足的。你若无反对，我就要去学啊。